隨住電動車日益普及，充電設施已經逐漸融入市民嘅日常生活。由屋苑停車場到商場，再到工作地點，電動車充電已經成為電力系統中不可或缺嘅一環。2025年版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就電動車輛充電設施引入多項安全要求，以確保使用時安全可靠。老豆，呢個位點教？你大個女啦，雖然呢啲新科技阿爸未必識，但道理有一樣嘅。熟讀守則就係你哋最好嘅師傅，大膽去試。阿爸對你有信心。師傅，我連車牌都冇，完全唔知點入手喎。啊，以前電王點教你㗎？電動車咧係我哋呢一代嘅新科技，但係2025年咧新守則新增咗個核對表，方便我哋更加有效去測試同埋檢查電動車輛充電設施。電動車都有 AFDD 要求？係啊，工作守則咧要求為充電模式1、充電模式2同額定值不超逾單上32安培嘅充電模式3。額定功率不超逾約7 kW 嘅電動車輛充電設施嘅最終電路安裝 AFDD。呢個要求適用於2028年1月1號或之後嘅新安裝工程，或者任何涉及配電箱嘅改裝工程。我個 friend 喺屋苑大規模安裝緊7 kW 嘅充電設施，而家先2027年，咁即係唔使安裝 AFDD 啦，係嘛？冇咁老定。呢個日子咧要喺2028年1月1號之前完成，同埋連接電力供應，咁先唔使安裝 AFDD。你記住要提佢預足時間同電力公司夾期連接電力供應。咁計錯日子咪大鑊？我都係建議佢提早安裝翻 AFDD 先啊。講咁多嘢住啊，做嘢先。睇翻 checklist， 新守則要求喺公共停車場，充電裝置應設有最少能承受高強度 AG3 碰撞嘅保護，或根據 BSDN 62262嘅要求，設有防護等級至少達到 IK08嘅外部機械衝擊保護。啱唔啱啊？冇錯，不過咧，我哋仲要 check 下充電裝置係咪符合有關嘅安全標準，例如 IEC 61851或等效標準。仲要 check 下充電裝置係咪配備合適嘅故障防護器件，同埋係咪運作正常。最緊要咧係 check 埋充電裝置係咪符合守則 26S 嘅規定。講起嚟咧，我個 friend 都有一個問題，呢個充電裝置應該點樣選擇故障防護器件呢？呢個係 Mode4 直流電充電裝置，要符合 IEC 61851-23或等效標準。如果佢係隔離式直流電充電裝置，充電裝置嘅直流電輸出部分與交流電供電部分有電氣性分隔，可以被接受為已採用電氣性分隔作保護措施。咁樣裝唔裝電流式漏電斷路器都得。如果佢係非隔離式直流電充電裝置，咁直流電輸出部分與交流電供電部分冇電氣性嘅分隔，就需要以至少 A 型電流式漏電斷路器作保護。哇，咁複雜，我都唔係好知應該點樣覆佢。其實咧睇份 IEC 61851-23嘅測試報告就得㗎啦。先睇報告第6.101段，見到佢喺隔離式，裝唔裝電流式漏電斷漏器都得。如果唔係隔離式咧，就要睇埋第7.6段，見到佢 pass 就係代表個充電設備兼容到 A 型電流式漏電斷路器，咁裝個 A 型就夠啦。如果唔 pass，就裝個 B 型電流式漏電斷路器啦。如果都唔識睇份報告，就直接裝個 B 型電流式漏電斷路器就一定冇問題啦。咁我明晒，識得點覆啦。話時話，師傅，你而家真係好似唔同晒啊！以前嘅你仲會話電王點講點講，而家嘅你，哇，好似成本守則係你寫咁啊！只要你熟讀本守則咧，都可以好似我咁。仲有阿俊，我哋唔單止咧要承傳上一代嘅技術，仲要帶領呢個行業走向新時代。
2025年版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就電動車輛充電設施引入更全面嘅安全要求，並將電弧故障檢測器件引入電動車充電設施嘅電路，減低充電設施因電弧故障而波及電動車引致火警事故嘅機會。同時，新守則亦新增咗個核對表，方便大家更有效檢查同測試電動車輛充電設施。就直流電嘅電動車輛充電設施，新守則亦提供咗個清晰指引，以選擇合適嘅故障防護器件。